再来，咱来关心疫情。顶礼拜，咱国内是新增加23个高组的病例，即马咱本土的高组病例已经超过200例，而且嘛出现第二个查某的病例，验过监检员也在调查。另外，南部的天狗节顶礼拜是加101例，那是台南是重灾区，即马又搁拖到云林去啊，伫云林嘛出现4个重症的案例。环保人员伫巷仔底转药啊消毒，都惊天狗热愈拖愈食力。台湾南部天狗热持续伫拖，顶礼拜一个手增加101例天狗热的本土病例，主要的热区是台南市仁德区甲东区，云林嘛新增加6个病例，是一个群聚事件，其中4例是重症。病情上较严重的是一个80多岁女性，还阁伫个家护病房治疗当中。这嘛是这3年来国内头一届出现天狗热重症通报的个案。他目前的状况是还是有比较嗜睡的状况，然后有解血便的情形，那验血也有发现有贫血的状况，所以目前他是继续在加护病房治疗中。若是天狗热，高组的疫情嘛淡水咧。顶礼拜新增加23例高组的确定病例，搁再创下历史上高一礼拜的新高，而且搁出现第2例本土高组的女性病例。个案是伫北部一个30多岁女性的外籍看护，来台湾已经7年。6月2日开始，伊分尸因为起水泡2届去互医生看，经过医师采检通报才确诊。初步疫调结果，6个高风险的接触者拢无出现相关的症状，监检员也会调查。据疫调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雇主家照顾这个被照顾者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他的这个生活作息还是比较单纯。因若新冠疫情甲流感疫情也拢伫个高原期，顶礼拜新冠疫情平均一天新增加232例并发症的病例，死亡人数平均一天新增加45例。流感顶礼拜新增加26例并发重症的病例，而且新增加11例人死亡。年岁伫40多岁到80多岁，拢有慢性病病史，其中10例无注过即季的流感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